我蘇志祺今年92歲，30年堂慶之前就返教會，30年之後咧，馮雅各牧師咧就我喺嗰年聖誕節嚟洗禮嘅。馮雅牧師咧後來咧就做1年之後咧就佢離開深水埗浸信會啦。嗰陣時一路都未請唔到牧師咧，就有嗰時嗰啲好多傳道，一個盧仲和啦、吳中文啦、吳清蘭啦、羅志傑啦、周小麗、蔡志強同埋藍志興、龔偉昌、林偉廉同埋李達強。1975年開始咧，一路77年咧就跟教會人數增加，喺天台裏邊咧搭一層咧就叫做以勒堂。後來咧就起咗間宗教館，就我哋幼稚園啊，同埋啲團契聚會。後來咧，鄺鴻輝翻嚟先至有牧者咁啊，同我佢講啊，教會好多前建物，咁啊推動咧重建就開始籌款啦。鄺鴻輝做咗7年之後啫，請到阿梁以山牧師啊，就將建堂嘅責任交咗俾梁以山牧師。後來咧，佢又揾到蔡子強牧師，咁啊推動呢個教會開始重建啦，好感恩，同埋佢哋就動土正愛啦。就嗰個時間咧，就啱咧就對面商會啊，就停咗辦學校，好感謝神，就俾我哋個教會就接同咗呢對面就攞嚟聚會。最感恩咧就係學校裏邊有呢個課室咧，就幼稚園一路被承辦。重建好啦，我哋教會咧就搬翻新堂啦。咁啊，好感恩神嘅配合嘅時間好準好準。點解咧？如果係遲2年咧，教會要起碼多1/3嘅建築費，因為香港通貨膨脹，真係神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嘅。後來蔡子強咧就離開我哋教會啦。我哋教會咧就有個時期又冇牧師嘅，好在請到朱活平牧師做我哋嘅顧問牧師。咁後來又請到丁振雄牧師，就啱嗰時有疫症，佢曾經想辦咗呢個禮拜6夜晚8點咧就做晚堂嘅，後來因為疫症咧就停辦咗啦。後來丁牧師咧就移民去咗加拿大啦。我問鄺鴻輝，我話我哋冇又睇唔到喎，佢話有牧師。咁啊最後咧，我哋好感恩，就請到現在陳培輝牧師，佢就推動咗教會嗰啲福音、傳福音啊，做成嗰啲嘢推動，希望教會拯救更多未信嘅人。感恩神，一切都係神嘅恩典。神就俾深水埗浸信會能夠做光做鹽，照在深水埗所有嘅啲人民。好多謝我哋教會所有嘅弟兄姊妹、長執能夠賺取貨財，好豐富咁嚟奉獻。呢個就係神嘅恩典。希望啲人咧多啲帶領未信主嘅人翻嚟教會。希望神眷顧深水埗浸信會。祝福深水埗浸信會所有嘅執事同工牧者，所有嘅會友。